大家好，我係月仔，歡迎乘搭越來越好專線。今日我哋要遊覽嘅係第6條路線，守太陽小腸經。唔好意思，遲咗添。咦？我好似認得你喎。佢喺嗰度喎。好啦，我哋而家出發啦！守太陽小腸經總共有19個穴位，我哋從小指尺側端嘅少澤穴出發，沿上肢外側後緣，繞行肩胛部，一路上行至耳屏前，最後到達聽宮穴。守太陽小腸經主要用於緩解頭面五官病、熱病、神志病以及經脈所經過嘅其他病徵。我哋即將到達後溪站。唔好意思，我哋架車啱啱衝入啲泥度。要抬車啊！我嚟。呢位先生。靚仔唔錯啊！靚仔上車啦！你做咩啊？我條腰扭親啦！你快啲撳下後溪穴啦！後溪係本經嘅腧穴，即主要針對身體沉重、關節疼痛嘅症狀。後溪督脈內至頸，可通於督脈，有通經活絡止痛之效。因此，後溪穴可緩解急性腰痛，同時仲可以改善頸椎病、落枕等肩頸部疾病，以及目赤、耳聾等五官疾病。後溪穴喺軟側掌橫紋上，握拳橫紋頭赤白玉際處就係佢啦。按摩嘅時候，將雙手握拳。後溪緊貼喺台邊，來回慢慢滾動穴位，亦都可以直接用拇指按壓。哎呀，我真係好似好咗好多喎！唉，好啦，我哋先作休息，之後嘅旅程會更加精彩，千祈唔好錯過啦！肚屙便秘大腸經，延年益壽調胃經，祛濕減肥益脾經，海雪生瘡藏心經，肩痧疼痛小腸經，腰酸背痛膀胱經，保健站腳益神經，失眠暈車禁心巴，神通廣大三焦經，眼蒙口苦找